各位看官好，我是曹雨虫。今天一个偶然机会，我游览了上海的一幢著名历史建筑——白公馆，就是过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居住过的地方。现在它已经变成上海沪剧院了。一楼有个上海沪剧的博物馆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沪剧，顾名思义就是上海本地的戏曲，起源于上海的郊区，原来叫申曲。1941年1月9日，随着上海沪剧社的成立，将申曲改称为沪剧。但是和其他戏曲一样，观众市场不大。这里有一个观影室，这个上面都是一些经典沪剧的名字：《雷雨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炉弹火种》、《罗汉钱》，好像以近代和现代戏居多啊。这里有一面照片墙，墙上都是各种经典剧目的剧照。这个是沪剧经典《罗汉钱》，沪剧宗师丁世娥演的。这个是《炉弹火种》，也是丁世娥演的。这个是姊妹俩，著名的沪剧演员毛善玉演的。这个是董梅清，目前沪剧的中坚力量吉艳萍老师演的。坐在这个观影室里，还可以看一看沪剧的精彩片段。这里就是白公馆的一楼，但是已经看不出任何以前的痕迹了，完全就是沪剧的展厅。这里还有一些沪剧传统剧目的照片：陆雅臣慢娘子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、石榴裙下、白毛女、大雷雨、安堂相会、碧落黄泉等等，全都没看过，但现在知道了后会有点兴趣。这里还有一面演员照片墙，都是一些著名的沪剧演员，有历史上的，这些都是流派创始人。这一批是已故的著名沪剧演员：丁婉娥、林爱珍、谢宏元、顾月珍、丁国斌等等。还有这一批：赵春芳、王雅琴、汪秀英、丁世娥、杨菲菲，都是沪剧宗师。还有这一批是现役的著名演员：沈慧中、汪华中、毛善玉、马丽丽、吕贤丽等等。这间房间里陈列着一些沪剧的收藏品。我们看，这个是沪剧《雷雨》的演出情况。这个是剧照，雷雨的话剧比较著名，但是沪剧也有，是毛善玉老师演的。然后下面的奖状，毛善玉老师在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中2度夺梅。这两个奖状也是毛善玉的《雷雨》在2019年中美电影节上获得的。这里还有一些老的宣传单页，这些东西有点年头了，现在去剧院看戏也会发一些宣传单页的，可要收藏好了，说不定将来就进博物馆了。这个是当时的申曲日报，当时沪剧还叫申曲呢。这些都是剧本，经典剧目啊，罗汉钱、双推磨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。这个中间也有一些经典曲目的试听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。这里还有更经典的罗汉钱中的经典唱段，念念做眉。可能你之前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但你一定听到过这个熟悉的声音。一楼还有一些青年演员的照片和介绍，沪剧的传承还是后继有人的。
现在的中生代力量有朱简、程真、吉彦平、洪立勇、居峰、吴征光等人，下面新人也是不断涌现，希望我们的观众也能后继有人。关键是高雅艺术要推广，要让大家了解，这个是历年上海沪剧节的情况。每年上海沪剧院的演员们都要去上海的郊区为大家演沪剧，特别是浦东地区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宣传力度还是不够。一楼参观完了，这里有个旋转楼梯，连接着1楼到3楼。2楼因为沪剧院在搞活动，我没法拍，拍了也不能放，但是我可以沿着楼梯去3楼。这幢楼原来是白崇禧住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关于他的痕迹了。这边3楼有很多间房间，也许原来是主人的卧室，现在也许是沪剧院的办公室。我们大胆地推开某一间房间吧，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这间现在是一个小会客厅，原来可能是一个卧室吧。白公馆位于上海丰富历史文化风貌区，这个区域里有很多幢这样的建筑，然后听这些房子里的故事。现在我们到它外面的院子里去看一看，今天刚刚下过小雨，那里有一个喷水池，水池里还养着一只乌龟呢，不过现在正在冬眠，看不到它了。沿着水池继续往前走，尽头还有一尊丁世娥的铜像，一代沪剧宗师。虽然我们都没有看过他演的戏，但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走进剧场，看到他的徒子徒孙们为我们带来现代版的演绎。今天通过行走白公馆，让我们初步了解了一下沪剧，也许今天埋下的这种子，未来会带领我们走进剧场，为沪剧的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的。关注草履虫，为您不断打造旅游视频攻略。